寇拉斯三世同天照弟之母天照迪斯格蘭德古黎耶斯艾達斯美爾三世傾偈。寇拉斯話佢只會喺創世與中軒之時先現出身影。呢度指天照帝同埋拉克西斯。美爾三世回應，咁大概係表示住我哋人類總有一日會面臨滅亡啩。幻象騎士們參與寇拉斯王國保衛戰後，眾人皆回去空中宮殿。美爾祖木同埋羅格勒司令討論卡斯提波有數十部 MH 被摧毀，包括輕騎士。羅格勒表示嗰部 MH 只係實驗品而已。有關阿修羅宮殿大事卡斯提波可參看本頻道嘅影片第4期分享及第5期交通網。而羅格納嘅說話預言咗梅丘丘宮廷會量產阿修羅宮殿，而愛夏同阿修羅宮殿一戰，漫畫數期後再有補充。天照帝參拜已故妻子利特拉。當天照叫利特拉出嚟，天照帝嘅母后美爾三世以玄靈形態出現。母后身體已亡，但係玄靈仲喺度，因為佢係頂級魔導士。天照向母親質疑點解要愛拉克西斯，母后冇回應。蘇普想衝向母后質問，母后突然喺佢面前消失，餘下赤裸裸嘅蘇普。母后突然喺拉克西斯出現，然後講述龍，例如講述有5條龍啦，由幼身體到成體需要經過數百年。龍成為成體後，佢哋可以發出超新星火焰或者係閃電風暴，而呢個絕招係比破壞炮更厲害嘅。而最強幻象嘅造型就係參考 LED 龍。而且龍可以釋出生命之水。講述龍後就同拉克西斯道別。蘇普到達巴斯特紐同巴蘭謝作最後一次見面，然後到卡斯提波揾 AT。